林筱魯議員。多謝主席。我其實同阿周小松議員咧第二個問題相關嘅，因為我睇翻文件咧，其實你列咗出嚟，即係呢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呢個計劃咧，有3個項目咧就係建築階段，有11個項目咧就詳細設計階段，咁同埋剛才副處都講到另外2類項目咧。我想理解嘅咧就係，如果依家將嗰個簡單嚟講個遊戲規則改變，針對呢4類項目，實質嚟講，每一種情況佢哋個影響係點樣咧？係咪會有完全唔同嘅處理方法咧？咁樣即係譬如我用翻技術可行性研究階段，依家咧就係即係由獎券基金支持緊㗎啦，咁樣。咁我當佢證明可行先啦，咁樣。咁證明咗可行，佢用咗獎券基金嗰筆錢證明咗可行啦。到下一個階段嘅時候，已經轉咗遊戲規則喎，即係話去到詳細設計階段嘅時候咧，佢就要嚟申請撥款啦，咁樣即係立法會申請撥款啦。嗱，我即係呢個係我推論嘅啫嘅理解啫。咁但係我想知道就係話，譬如第一二類，即係話佢本身已經係建築階段嘅，係咪完全冇影響咧？對佢詳細設計階段嘅時候，佢個具體影響又係點咧？咁樣咁多謝主席。好，局長。主席，我請阿梁處長幫手解答。好，梁處長。好，唔該主席。而家咧係有3個項目咧係處於建築階段，咁呢3個項目咧係不受影響嘅嚇，因為佢哋已經攞咗撥款㗎啦。咁另外嗰11個項目係處於詳細設計階段，到佢將來完成咗呢個階段，進入建築階段嘅時候咧，就要嚟申請呢個公務工程嘅基金啦，咁樣。咁另外亦都係啦，現時做緊或者係將會做可行性研究嗰啲項目咧，亦都會係需要嚟申請呢個公務工程基金。好簡單跟進，即係我想確認一樣嘢，即係話現有個獎券基金嘅款項咧，已經批核咗嘅，無論佢喺咩階段都好咧，係有足夠嘅資金俾佢哋完成佢現有嘅工作噶嘛？嚇，係咪？係確定係啊。係。好，多謝主席。